后来，过来是这个立法院今仔日审查教师法的修正草案，要来赶速度淘汰掉无责任的老师。这个立法院的外口有教师团体来抗议，讲互无教育专长的专家甲学者组成的教评会来决定老师的去留，这是来糟蹋掉老师的工作权。也毋过嘛，家长团体声援教育部，认为无应该私相护，互学生变做牺牲品。已经实施24档的教师法，伫立法院进行修正草案审查。修法重点是针对加速淘汰无责任教师，引来立委的炮轰。教育部会做，但是我说，你今天教育部送到行政院之后，改变这么大，中间难道不需要再开公听会？那立委炮轰审议的同时，外面嘛有人抗议。教师团体分做2批集结点名修法，要互无教育专长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教评会决定老师的去留，恐惊会吞大教师的工作权。这个二修是全国老师所抗议的，不止基层国中小老师反对，连高教工会也出来抗议。教师团体真不满，但是家长团体嘛有话要讲。为什么不能让公正的人士、专家学者一起进来做协助？这是家长最大的心痛跟疑虑。这个修法为什么会造成家长甲教师的对立？教育部长嘛做出回应。那么教育部也会在这些相关的意见之下，能够再提出更多可以来做的这些配套措施。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，讲会提出配套，要互教育跳脱压力，安怎对全体学生甲教师上好，才是上大的考虑。